丁蘭克木。漢朝時候，喺河內地方有個叫丁蘭嘅人，喺佢年幼嘅時候，父母就去世啦。但係佢時時思念父母，所以就用木頭雕刻成父母親嘅形象，供喺堂上，早晚向雕像跪拜請安，如同父母仲在世一樣。有一日，從鄴呢個地方嚟咗一個叫張叔嘅人，要向丁家借東西。咁啱丁蘭唔喺屋企，丁蘭嘅妻子就對住木匠責絞詢問，結果木匠唔允許。張叔遮住酒醉，就好嬲咁大罵木匠，並且仲打咗木匠好幾下。丁蘭返到屋企，睇見木匠嘅臉色似乎好唔高興嘅樣子，於是就問妻子。丁蘭知道事情嘅經過之後，十分之氣憤，認為呢個係對佢父母嘅不敬，就好用力去打張叔。衙門裏邊嘅差人前嚟捉拿丁蘭。呢個時候，木匠嘅眼睛竟然流下眼淚。地方官好敬佩佢嘅孝心，感通咗神明，就奏明皇上。皇上下詔，讓地方官員將丁蘭刻木孝親嘅事蹟畫成圖像，以廣傳揚。丁蘭喪親，刻木奉養，張叔擊之，像亦泣仰。丁蘭，河內人，早喪父母，刻木像，視之若生。鄴人張叔假密，蘭妻卜教，木匠不許。叔遂利木匠，且擊之。蘭歸，見木匠色不易，詢知之，即奮擊張叔，利至，報蘭。木匠為之流涕，郡家其孝通神明，就之，招圖其形。